基美博物馆2022圣诞周末的活动，伫顶礼拜登场以后，一礼拜六礼拜24、25两天，还有盛大的活动。主办单位除了以英国皇家仪式来开场，现场还有圣诞市集，充满浓浓的英伦风格，让民众唔免出国，就会用感受异国的风情。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很有外国的气氛，然后今天刚好天气又冷冷的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很棒，就是有市集，第一次来，其实第一次来，所以就觉得蛮不错的，还蛮好玩，还蛮好玩的，还蛮好玩的。那这边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国外的感觉？有点像在欧洲。主办单位基美博物馆今年的圣诞周末主打英国风的欢乐派。伫充满欢乐节庆的管乐演奏中，圣诞老公公加英国士兵的游行，为活动炒热气氛。1年1度的台南奇美博物馆的圣诞市集现在开跑喽！今年呢是浓浓的英伦风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年有来自于英国国家肖像馆的展览来到了奇美博物馆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延伸活动都会以英国为主题。那大家到了现场呢，就会看到非常充满英国风情的布置，而且我们的圣诞市集呢，今年也扩大到了100个摊位，尤其我们的活动也来到了100场次以上，非常的精彩。所以大家来到奇美，可以一整天非常的开心来度过这个圣诞假期。早上呢，您可以来看展览，然后下午呢就会遇到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游行啊，还有表演。到了晚上，你还可以参加圣诞大舞会，还有星光电影。因为今年拄好是基美博物馆成立30周年。今年的圣诞周末更加是30周年感恩活动中的压轴活动，现场除了大型的圣诞树、旋转木马顶，馆内还有英国国家肖像艺廊160年首次大规模的世界巡回展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买票入场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